若果嗰個業主我又唔賣樓，我又冇銀行按揭我係唔交管理費啊？吹咩？你奈得我何咩係嘛？咁咁嘅情況，咁我哋作為物業管理公司，我哋有咩解決辦法呢？最後一招我哋可以做嘅，逼破產。作為業主嘅你同我係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就唔值得咁做嘅。有乜嘢唔滿意，有咩唔開心，咪開心見誠同呢個管理處商量下咯。再唔係揾啲法團嘅委員，或者係揾啲業委會嘅委員，大家傾傾管理上有咩唔妥當有咩漏水我未跟得足，有啲咩冷氣機滴水定係噪音咩問題，大家都可以有商有量咁呢啲咧問題係可以解決嘅。大家好，我係 Emma， 同大家講下物業管理嘅一啲嘅大家都必須要知道嘅嘢嘅咁咧我哋咧大家都知做物業管理就一定要收管理費嘅。咁大家作為業主好，無論你係住宅、商場定寫字樓，你一定有交物業管理費嘅。咁管理費到底係乜嚟嘅咧？咁樣其實咧你係唔可以唔知嘅。租金咧，你見到個市場嘅波幅咧，有陣時咧都會可能會喂。業主減下租咁樣，但管理費從來唔會同你講減嘅，只會加嘅啫咁到底管理費包啲咩先其實咧，首先要知道一點咧，管理費咧就係其實成個大廈嘅公共區域。我哋講緊係公共區域，即係咩咧？即係你嗰啲走廊電梯廳係嘛？啲 lift lobby 嗰啲後樓梯天台呢啲位咧，我哋叫公共區域。公共區域咧，其實係你㗎，你係業主嚟㗎嘛？喂，唔係喎，我係業主啫，我開鎖匙入門口嗰個就係我屋企啦。錯啦，呢個概念就錯嘅。點解咁講咧？其實當你踏入屋苑嘅門口，未入到去大廈，未去到你屋企門口，喺呢一個所謂公共區域，其實都係屬於你㗎，你係業主嚟㗎，你有份㗎。請嘅所有嘅管理員啦、清潔阿姐啦，係嘛？所有嗰啲會所嗰啲職員姐姐啦，全部呢啲人嘅人工啦，點解你有 lift 搭啦？點解你返到屋企有水有電？就唔係淨係因為你交咗水費電費喎。咁你公共區域你喺 lift lobby 都有燈啩，都有冷氣啩，所有燈油火蠟呢一紮呢啲，喂，全部要錢㗎，全部唔係免費，突然之間咧走出嚟俾你用㗎喎。咁所以啦，呢啲所有嘅成本咧，其實就係你交緊嘅管理費咧，去承擔咗呢啲咁樣嘅費用。咁當然啦，物業管理公司唔會同你白做噶嘛，佢都要收錢噶嘛。咁咪佢點樣有利潤咧？係嘛？咁呢啲咁樣咧，就其實就係管理費。咁所以咧，全香港嚟講咧，無論你係住宅、商場定係寫字樓，一定有管理費，除非佢唔使俾人管咁但係如果你冇人管嗰啲咧，咁未投入使用啦只要投入使用咗咧，都需要交管理費。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有問一個問題啦。喂，你服務唔好噃，我唔中意你喎，你未做到我滿意喎，我唔交得唔得咧？咁樣，梗係唔得啦講清楚一點，管理費咧就唔係服務費，唔係話我中意你嘅服務，我滿意你嘅服務咧先俾錢嘅。管理費唔係服務費。咁梗會有啲人唔交錢㗎，係嘛？咁佢唔交管理費，咁點咧？會有咩後果咧？咁樣做物業管理咧，我哋就好清楚嘅。你唔交1個月，唔交2個月咧，好多嘅冇問題。你可能咁啱嗰個月忘記咗啫，係嘛？或者係真係太忙，又或者係因為手頭比較緊少少啦咁 OK 嘅咁我哋會通常咧就會出張單提你，喂，你欠費喎你快啲交咯噃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3個月甚至乎6個月，喂成年都唔交管理費，咁點得唔得咧？梗係唔得啦因為咧你冇任何理由咧去同個法官講咧，因為佢服務唔好，所以我唔交管理費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咧，去到法庭咧通常我哋去到咩法庭咧？通常就係小額錢債Small Claim Tribunal 咁通常咧就去到法庭嘅時候咧，就同個官講，喂，佢唔交錢喎咁樣，咁欠債㗎嘛，通常就係75000蚊樓下就去小額錢債法庭㗎啦。咁通常有啲業主就會話佢服務唔好咯咁樣佢做到我唔滿意咯咁樣佢得罪我咯或者我屋企漏水佢又未解決咯。對唔住㗎，法官係唔會同你去討論呢啲問題。你唔交管理費就係你唔啱至於你嗰啲漏水問題，你嗰啲咩服務唔好嘅問題，你可以去投訴之後嗰啲就另外去再處理。咁所以咧就冇得話唔交嘅。其實我經常都同我啲同事講你唔交管理費，你走去 small claim， 其實有冇用咧譬如你告贏佢爭咗你2萬蚊，管理費唔交，
你告就告贏咗啦，佢都係唔交，咁你又奈得佢何呢？係咪？所以咧，我哋通常就會點做咧？唔好講咁多啦，直接揾律師做咩咧？釘契。嗱，咩叫釘契咧？我哋英文叫 Memorandum of Charge 啊，即係 MOC 啦嚇。咁其實就喺佢個土地註冊處佢個業權上邊咧，落一個押記，或者我哋簡單啲講咧，叫一個 remarks， 一個嘅備註，就係佢欠費。咁啊，到有一日咧，佢要賣樓嘅時候咧，代表律師咧，買家嘅時候就會查冊嘅時候就會睇到佢嗰個業權咧，喺個土地註冊處裏邊查冊就揾到啦。喂，佢有欠費喎，當時欠咗3個月，欠咗6個月。咁而家到底欠幾多咧？係累積嘅啊，即係唔會話因為當時咧即係欠咗6個月就淨係追翻佢6個月，而家已經欠咗1年啦。咁咪一路咧係追翻佢過往1年。總之佢欠幾多就一定要係完全 settle 咗佢之前欠咗嗰啲咁嘅費用咧，先至咧係可以咧即係可以交易成功嘅。咁當然你話喂，我冇錢啊，我唔交喺樓價扣都得嘅，冇人得。律師即係 vendor 同埋 purchaser 兩方代表律師計好條數 OK 咯，都冇問題㗎。咁啊，我哋嚟講咧就唔會收唔翻咧呢個管理費嘅。咁啊，仲有一個問題啦，喂，咁如果個業主佢唔賣樓，咁你又落得個何咧？係咪？係嘛？佢係唔賣樓啊？咁啊，仲有個辦法㗎。同銀行傾啦，佢有按揭啊嘛，好容易啫。做一個簡單嘅 land search 查冊，就會查到底咧佢有冇按揭。有按揭俾咗俾某一間銀行，咁跟住咪走去同佢銀行講，喂，呢個人咧欠咗3年管理費都唔交啊。咁啊，銀行會唔會可以幫下手啊？先 settle 咗呢條數咧咁樣。嗱，銀行係唔會唔考慮㗎嚇，都一樣可以考慮，因為好簡單啫嘛。銀行幫你找咗呢10萬蚊嘅欠費之後，嗰10萬蚊咪擺落佢按揭咯，一樣咧係可以追得翻條數嘅。銀行係唔會蝕底嘅，因為有利息噶嘛，係咪先？好啦，仲有一個辦法，若果嗰個業主我又唔賣樓，我又冇銀行按揭我係唔交管理費啊？吹咩？你奈得我何咩係嘛？咁嘅情況，咁我哋作為物業管理公司，我哋有咩解決辦法咧？最後一招我哋可以做嘅，逼破產嚇。逼破產咁大鑊咁嚴重，係啊，真係得㗎咁喂，唔係啊嘛，我爭你10萬8萬管理費，你搞到要我破產，唔係啊嘛，係可以嘅。你揾個律師做過一個嘅誓章，跟住咧就走去入稟法庭，就話佢欠咗咁多錢。嗱，超過7.5萬啊嘛，已經唔係 small claim 㗎啦。去呢個嘅叫做土地審裁處，土地審裁處接到呢啲咁嘅案件嘅時候咧，就會開庭去審訊。咁啊，最後尾如果贏咗，佢都係唔俾錢，你係可以咧向咧法庭申請咧逼佢破產嘅。當然啦，大家都明啊，破咗產就有好多嘢做唔到啊。佢名下嘅一啲嘅物業啊，或者係股票啊，或者係乜嘢都好咧，就被逼你攞去拍賣咁啊破產㗎啦。咁啊，其實就咁講啦，有冇呢啲咁嘅 case 咧？就唔係冇，但係真係其實係好極端，亦都好少嘅即係其實值唔值得為咗啲管理費？其實講真啦，管理費。一般我哋普通人都係交緊幾百蚊，甚至乎1000零2000蚊嘅管理費一個月係咪需要搞到最撚尾俾人逼到破產呢？咁樣就唔值得嘅咁啊，作為業主嘅你同我係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就唔值得咁做嘅。有乜嘢唔滿意，有咩唔開心，咪開心見誠同呢個管理處商量下咯。再唔係揾啲法團嘅委員，或者係揾啲業委會嘅委員，大家傾傾管理上有咩唔妥當有咩漏水我未跟得足，有啲咩冷氣機滴水定係噪音咩問題，大家都可以有商有量咁呢啲咧問題係可以解決㗎。